至圣的上帝，伫你分别最圣的圣主日，你的囝儿查某囝要来到你的圣殿，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。这礼拜是一个真要紧的时间，是阮的主耶稣要带阮经过受难周一个救恩的祭祭。我们恳求天父上帝，予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阮对阮的主耶稣伸出阮祈祷的手。领受主耶稣完全无保留，伫十字架顶悬所赏赐予阮上帝的疼。我要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圣神甲阮所有圣歌队的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因今仔所吟的这条诗歌，咧讲起上帝你的疼是一个超越历史、超越空间，无人会通计量，是完全无保留丰盛的疼。祈求你将这个疼放伫每一个吟诗，阮的圣歌队的同工，互因所吟的诗歌都有圣神的开力，会通亲像光穿透时空、穿透宇宙，会通穿透人心中迄个阻挡的梦照。求天父上帝，利用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阮的心得到光照，人的心就得到冷静温柔。通领受上帝你的救恩，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的手，恳求天顶的上帝为着众人拍开救恩恩典的门。互今仔日阮的礼拜是侍奉的团队来侍奉所有的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也互被侍奉的人，因会通领受上帝你属灵的恩赦，因的生命互主你的疼来丰盛。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来交伫你的手。也愿主你首先，互你的祭司，就是阮侍奉的同工，先得到上帝你的疼的充满。阮所唱的诗歌是带有气力佮真实。阮伫你面前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，求天父上帝甲阮同在，祈祷我耶稣的圣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耶稣听你。耶稣听你。感谢主，互咱伫伊的听内面，咱搁做伙组织来学习咱的上帝。
咱三甲来吟，三甲主集，咱搁三甲主集，来学了主，咱搁三甲主集，同心合意，奇妙事的脚要成就，奇妙事拢显明。三甲主集，来学了主，咱搁三甲主集，咱搁三甲主集，来学了主，咱搁三甲主集，同心合意，奇妙事的脚要成就。妙事拢显明，咱搁三甲主集，来学了主，咱做伙开声来唱。咱搁三甲主集，来学了主，咱搁三甲主集，同心合意，奇妙事。成就奇妙事拢显明，咱搁三甲主集，来学了主。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学了你，感谢你，予你的独生圣囝来到世间，成做阮生命的一份足大的礼物。阮要一生来尊重主耶稣，主耶稣为阮死，阮要为伊来活。求主你甲阮伫地，祈祷靠主的名。感谢主的听，互咱组织做一伙，互咱组织做一伙。做一回，上帝的听，予咱大家正做一体，听予咱组织做一回，咱大家开嘴大声唱，予主的听对咱开始，大家手牵手，予全世界拢知，听予咱组织做一回，听予咱。做一回，上帝的听，予咱大家正做一体，听予咱组织做一回，咱大家开嘴大声唱，予主的听对咱开始，大家手牵手，予全世界拢知，听予咱组织做一回，听予咱组织做一回。组织做一回，听予咱组织做一回，上帝的听，予咱大家正做一体，听予咱组织做一回，听予咱开嘴大声唱，予主的听对咱开始，大家手牵手，予全世界拢知，听予咱。上帝找伊的独生囝来到世间，上帝听咱的心，遮尔奇妙。上帝大声听咱，伊找伊的独生囝为咱的罪做挽回祭，这就是听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遮尔听咱爱彼此相听。咱用喜乐的心来吟这首诗，来彼此祝福。我来祝福你。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。
命，喜乐的心情，灿烂的笑容，平安的祝福，开阔的境界，有主的同在，咱无搁受灾害。上帝手赐福气，予咱稳定满满心。咱爱彼此相听通，彼此祝福咱的将来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上帝恩典这呢大，感谢唱出喜乐歌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人生的希望拢伫这，上帝甲咱听命命，我来祝福你，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上帝恩典这呢大，感谢唱出喜乐歌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人生的希望拢伫这，上帝甲咱听命命。也这礼拜开始，就是咱要过受难周的节期。当主耶稣伫最后要进入受难的时，伊甲伊的学生讲：“我想赐恁一条新的诫命，叫恁着爱彼此相听。我怎样听恁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众人就要看出，就要知你是我的学生。”这是主耶稣吩咐咱爱相听，咱爱踮伫主的听内面。主啊，我愿意踮伫主你十字架的听堂内面，永远到永远。请咱接续来吟听，我愿意。十字架顶的荣光，温柔高主爱，充满主听的快乐，我的心无可分作。完全来献上，愿主听来管来我，伫听堂伫自由讨吧。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。我愿意降服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永远伫你怀抱中，你是我十字架顶的阳光。
日家庭的阳光，温柔搁慈爱，充满主听的归来，望着我光照，我的心无搁温存，完全来献上。我愿主听来管我，伫听堂伫自由头巴。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你听堂怀抱中，我愿意降服，你是我的主。是我的主，永远伫你怀抱中。你是我的主，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。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你听堂怀抱中，我愿意降服，你是我的主。你是我的主，永远伫你怀抱中。你是我的主。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我要永远踮伫你的疼内面。阿门。
全地堂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咱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。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。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乐入伊的院。着感谢伊，俄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。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世间情人拢着天情，天心行伫面前，无去看如世间俗事，哪项问题你想思？上帝讲你。咱着敬拜神敬天，请咱做来吟圣诗152首。我来调起你，救赎我的主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为着
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，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倒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请咱做伙来启用，咱来看启应文34篇。咱所听见的有一水神啊！摇花的手按一水显明啊！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，亲像尖尖的影，也亲像滚发伫大地。伊无好形状，无威仪。咱看见伊也无好形容，通互咱看见无伊。伊受看轻，互人放杀，受侪苦痛，常常拄着忧郁。伊受看轻，亲像互人黄面无看的一样。咱也无尊重伊。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陪咱的苦谈。总是咱掠伊做责罚，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搁受苦楚。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。得到医好，咱拢亲像羊迷路，摇花互咱正人的罪，拢归伫伊的身上。伊受压迫，拄着艰苦，也阁无开喙。伊亲像羊啊，牵到受害的地，阁亲像羊伫折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。伊也是安尼无开喙。伊对压迫甲审判受触气，伫伊的世代，一嘴受到伊对活人的地受剪除，也是因为我的百姓的罪过受拍。伊虽然无行强暴，喙也无有诡诈，也跟伊的死甲歹人同亡，也甲富人相共。伊放杀性命到死，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。总是伊担当侪人的罪，搁替侪人还祈祷。阿妹，接续咱倒来吟圣诗302首。救主，我少念你的时，请咱坐得吟全首。
请咱做伙仰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，你是大有能力的上帝，也是守约行主爱的主。求你开阮的心，互阮看见你，答阮预备永远我的性命。开阮的耳，互阮时常听你宝贵的话语，学习顺服，离开罪恶，过圣洁敬虔的生活。亲爱的主，阮为着一寡细囝因所受的苦难，感觉毋甘甲心痛，求主怜悯安慰这个细囝，愿你保护遐个无辜受伤害的细囝，互因感受到你的疼甲温暖。愿你的手承恩因，保守细囝的心灵，互因无倒有惊吓痛苦，会当享受你所赐的平安甲喜乐。愿你的慈爱甲恩典永远陪伴因，直到永远。亲爱的主，你是疼的源头，求你的疼来充满阮，互阮学习你的疼来祝福别人。恳求主，互阮愿意注心伫别人的需要。当阮看见人的需要时，会当及时表达疼的关怀，以及用具体行动来陪伴，互这份疼成做生命中上水稳定的记号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学乐，请圣歌队。
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咱要先来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1章第1节到第3节。第1节，耶和华讲：迄时我要做以色列达邦头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百姓。第3节，早时耶和华对我显现讲：我要用永远的听你，因为安尼我要用慈爱看你。接下咱来看新约圣经，伫约翰一书第4章16节到19节。16节，上帝所有听咱的，咱也知也信。上帝就是听，搁入点伫听，就是点伫上帝，上帝也点伫伊。对安尼听，真做完全伫咱，互咱伫审判的日会好担。因为因啥物款，咱伫世间也安尼。伫听内面无惊吓，独独焦状的听，赶出惊吓，因为惊吓就有刑罚。囡仔惊吓的伫听，袂有焦状。19节，咱有听，因为伊大声听咱。阿们。讲到活出有听的生命，请节目书。亲爱的姊妹，耶稣听你。对这礼拜开始，咱是受难周。每一年的受难周，咱的教会拢有一个传统，就是用每一个阴暗的祈祷会来纪念咱的主耶稣。纪念主耶稣的听，会当互咱的心内会听，更较真实。这也是今仔日牧师想要为咱祈祷，也伫礼拜中间邀请咱拍开心门。咱常常为着咱的心来祈祷，讲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听改变我的命运；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听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；主啊，求你的听充充足足踮伫我的内面。伫咱要领受上帝的话以及圣神的帮助进前，牧师要邀请咱搁一摆为着咱听上帝的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聚集伫你的圣殿内，阮深深知影你伫阮中间。阮知，阮嘛相信。主啊，今仔日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甲阮讲，阮知，阮嘛相信。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帮助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互因知影你实在听因。求天父上帝你用你的听，互阮的生命得到改变。求天父上帝用你的听，互阮的生命得到丰富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不止干那伫礼拜堂中间的兄弟姊妹，也仰望伫上帝你的面前，通过网络的直播，咧做礼拜的每一个欠缺上帝你的慈爱、羡慕上帝你的慈爱的人，愿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因知影你实在听阮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互人听是一个真幸福的经验。这个世间真侪人，其实伫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中间，有可能并无真正得到完全。有当时伊感觉伊的出世是假，因为老爸老母有可能互伊感觉伊较听迄个较优秀的。哥哥，还是弟弟，还是妹妹，互人接纳，互人款待，互人拥抱，其实是人人生中间真重要的经验。愿今仔日个礼拜所听的姊妹，上帝的圣神改变你的心思意念。特别今仔日个圣经讲，我知，我嘛相信。愿亲爱的姊妹，咱知影上帝听咱，兄弟姊妹。毋通犹豫讲，我知影上帝敢若听庄牧师，但上帝敢有听我？亲爱的姊妹，咱就相信上帝真公平，伊听咱每一个人。
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，咱用咱心灵的目睭、心灵的手，伫咱做礼拜的时候，你无一定爱伸出双手，伸半点钟，但是你会当伫你的心内拍开你的心门，用你的手甲主讲：主啊，今仔日这段的圣经，毋是干那听讲道、听道理。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受祝福的开始。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，若会当伫受难周的中间，常常用祈祷来亲近主耶稣。我深深知影，咱的上帝真疼这间教会。我嘛伫这间教会知影，上帝通过无人伫地的时阵，有真侪人因的生命受改变。我嘛深深知影，牧师会疼，人会帮赞，非常会无够强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将恁的生命真心交给上帝。我做这间教会牧师，毋是一直拢真快乐。我毋是讲恁无听我，是因为有时我感觉无能为力。嘛有一摆接到一张批，是一个姊妹，伊的男朋友自杀，伊写批甲我讲，牧师他离开了。伊讲牧师，当伊真孤单，伊感觉毋知要安怎时，伊甲我讲，伊想要去找你讲话。我甲伊动，我甲伊讲，牧师遮尔无用，你毋通去搅扰牧师。伊无想到，这句话，互这个人很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，当这个男朋友离开伊的身边的时，伊写一张批给我，讲起这个代志。一直到今仔日这张批，我也甲伊留伫我一个真要紧的档案。因为若有人写批给我，我拢感觉，迄伫我一生中间是一个真重要的事。这样事一直互我，有时嘛毋敢，嘛无法度接纳甲原谅我家己。所听的姊妹，我要甲恁讲，牧师有真侪时阵嘛无能为力，但是莫失去信心。咱来相信，这间教会有上帝的同在。恁进入教会无拄拄需要牧师，恁若愿意来亲近上帝，这个上帝要甲你讲，我的囝儿，你爱知影，我真疼你。愿今仔日个礼拜，互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有一个确保，咱甲主讲，伫今年的受难周，主啊，互我经历到主耶稣你会疼。伫网络顶悬做礼拜无熟悉的上帝宝贝的囝儿查某囝，你嘛会当通过直播参加阮的缘投，也愿上帝是一个穿越时空。今仔日的圣歌对所吟的这条诗歌讲，咱的上帝是无互时间、无互空间束缚，伊要通过圣神将伊的疼灌压伫咱的中间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好毋好？为教会祈祷，愿这间教会是互上帝的疼充满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不但今仔日咱做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的人生拢过一摆，互上帝的疼充充足足充满伫恁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有这间教会祈祷，咱甲主讲，主啊，就算做教会牧师出去开会，无伫礼拜堂的中间，你的疼嘛踮伫你的圣殿的内底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咱所做无够格的所在，也互咱伫受难周。受难周毋是一个习惯，每一年拢爱过国活节，每一年拢爱过圣神感恩节，每一年拢爱过圣诞节。信仰的前辈甲咱讲，过这个节期上重要的意义，就是纪念2000年前、3000年前、4000年前，上帝所设立的节期。伫迄个纪念的中间，互圣经中间所讲的故事变做咱的故事，然后伫这个故事的中间，咱的创伤得到医治，无人的了解，无人的扶持。上帝通过这个故事甲咱讲，我所听的囝儿，你无孤单。虽然你看袂到我，但是我甲你相隔伫地。
所以受难酒是一个人的生命得到丰富，真要紧的祭祀。每一摆伫受难酒，咱目睭开开，咱伫教会跪落来。过去早期，咱开始咧做即个受难酒的祈祷会时，咱的教会是习惯跪落来祈祷。我知影迄个时阵有真侪姊妹真爱即个受难酒，因为当咱跪伫上帝面前的时，咱知影上帝伫咱的身边。我嘛看过有几啊个伫咱教会参加过受难酒的人，后来因的生命得到改变。我无方便甲恁讲因的话、因的名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咱心中的秘密，咱的隐私不是自私。但是我知影，上帝伫受难酒常常医治过侪侪人。愿主伫今年的受难酒，搁一摆降临伫你、我、咱的心内，嘛伫即个礼拜堂的中间。互每一个参与受难酒的兄弟姊妹，咱大大伫咱的心内底来得到满足。咱甲主讲，主受难酒是一个真值得我一生会记日的祭祀。主啊，受难酒对我来讲是一个一生中间真重要的祭祀，因为我的缘故，主耶稣，你死伫十字架顶悬。主啊，为着我的缘故，你来到这个世间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年的受难酒，如果你若感觉伫你的成长过程顶悬，检测你会感觉你的家庭重男轻女，你会感觉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有无够业被满足，无公平的待遇，愿主医治你，用伊的疼来医治咱心内迄个无满足。也愿主耶稣用伊的疼，互咱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态度。咱甲主耶稣讲：主，我感谢你，有你的疼够业，有你的疼，我就够业。兄弟姊妹，家庭、婚姻、友情，无拄拄会通满足人伫生命中间所需要，迄种实实在在、真真实实。满足咱的生命的灵魂的迄种开达，愿咱伫今年的受难酒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明白，咱的上帝真特别。伫这个世间无一个神，伊会为着戆囡仔死；伫这个世间无一个上帝，伊会甘愿互人吞打，为着吞打伊的人来死伫十字架顶悬。兄弟姊妹，伫这个世间无一个神。听咱到这种的情景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虽然未堪得，但是主你何定听我，求你帮助我。圣经讲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是对咱讲，对咱每一个人讲。伊讲，上帝听我，甚至。上帝听我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悬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牧师无在了讲，将这种的疼讲入恁的心内。但是牧师知影，我会当为恁祈祷，求天父上帝的圣神，将这个疼放伫你的内心。求天父上帝的圣神，将这种的感觉，将这个疼放伫你的生命的内底。互你真真实实、充充足足，互这个疼来满足，比你的婚姻、比你的成就、比你的父母，搁较满足你伫人生中间的疼。愿天父上帝圣神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无人知影迄个互上帝听过的滋味是怎样。伫历史上有真侪被纪念，咱叫圣徒、神圣的基督徒。因愿意为耶稣死，甚至到他乡死伫遐个野人的世界。我少年的时阵，我真爱读宣教师的故事。伫迄个中间有真侪，互人感觉这个宣教师是一个遐尼雄心壮志、顶天立地。
搁较疗伤袂够，就是写咧宣告书，伊竟然愿意为着遐毋捌因的人的印第安人来死伫他乡的所在。有一个故事咧讲起5个美国的少年人，因为着要将上帝的听传到伫亚马逊河，所以学飞无人机，后来开无人机，对美国到伫亚马逊河伫旁的所在，伫印第安人的部落，无拍算等于飞机落去的时阵，遐印第安人会总讲天顶有一只大只的老鹰飞落来。就将这5个人拢杀死，然后这5个牧师娘带因的囡仔祈祷，度过一段真长的准备的时间。后来因的囡仔甲牧师娘，佮代替因的丈夫入去到迄个所在，完成伊的丈夫无完成的工作。兄弟姊妹，咱实在无可能会当明白。做人需要做到安尼，听人需要听到安尼。我嘛要甲咱讲，包括我嘛知影我有保留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若上帝会听，伫你的生命中间，咱就会明白，咱要怎样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听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兄弟姊妹，你的人生。因为主耶稣的听会充满，你充满喜乐佮幸福。愿主用伊的听，互你的生命充满喜乐佮幸福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将这种的听讲互咱听。圣经最困难的功课，就是无信心的帮助。每一摆的讲道，若无信心的同在，牧师的讲道那亲像小的，那就是小丑。伫表演的中间，人无有感动，无有感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我知影咱的教会是一个爱听讲道的教会。我嘛知影咱的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做礼拜，拢是真心真诚。愿天父上帝圣神伫咱的腰歌顶悬，将这种属灵的能力智慧讲互咱听。互今仔日的圣经真正咱听入心。咱对上帝讲，我知，我嘛相信。兄弟姊妹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。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，伊讲上帝会听，我知，我信。兄弟姊妹，无论你人生中间什么种的境遇，愿你深信，世间无迄种上帝无法度担当的担，互你知，伫咱人生中间，无论拄着什么种的情境。上帝要听你，听到底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向上帝献祭，咱心中的感激。今仔日圣经的旧约，耶利米书31章第3节，上帝讲：我用永远的听来听你。阿门嘛。所听的姊妹，知佮相信。愿咱做真实的基督徒。咱相信圣经所讲的话，毋是一个形容词，毋是一个形容。咱相信圣经所讲的话，是带有应允，实实在在要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为着咱的家庭祈祷，为着咱的生命祈祷，佮为着咱的教会祈祷。愿天父上帝这间教会，毋免人讲道，人一入来有平安，伊免听到人的解说，但是伊知影。有一个看袂到的力量，就是上帝，甲伊三角地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约翰，伊听这个话，50年后才写落来。约翰是到真年老，才将伊对少年对耶稣所听到的话，写做福音书，写做约翰1书、2书、3书，阁有启示了。约翰是经过50年、60年的时间，才将伊少年所听到耶稣的话，通过伊50年、60年的经历，伊写出来的话就是讲，这是我的见证。伊讲上帝听我，我知，我相信。也在你愿意领受这种改变你生命的信心甲开展嘛？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讲主啊，用听。
改变我，求主你用听改变我的囡仔，求主你用听改变我的家族，互阮伫你的听的中间得到帮助。更加要紧，伫祈祷中间恳求圣神帮助你，求圣神进入你的内心，互你的情绪有感觉，求圣神进入你的心思意念内底，互你知上帝所讲的话，毋是参考的话，上帝所讲的话是一个宣告甲祝福。牧师所讲的讲道，毋是邀请，牧师所讲的讲道是带有上帝的要求的命令，牧师不得不说，不能不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牧师的讲道毋是一个邀请，牧师的讲道是通过上帝甲恁讲，请恁听，毋是讲请，恁就爱斟酌来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恁，成做一个有上帝的话伫恁的人生的中间。圣经的话毋是干那是一个六法全书，法律上的话。圣经的话最重要咧，讲就亲像今仔日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，上帝讲：我永远听你。愿天父上帝用这个听改变咱的人生，互咱听到上帝温柔的声，互咱听到伫咱耳旁边，上帝甲咱讲：我听你。啊，咱面就小可红起来，像恋爱的少年人，当因彼此吐露因的心声的时，头一摆听到讲我爱你，迄种心内噗噗跳的感受。也这牧师真困难，甲恁讲我爱你，因为咱的中间犹阁无完全。圣经讲听若有完全就无惊吓，因为咱彼此中间爱讲有礼貌的话、谨慎的话。因为咱彼此讲我爱你的时，有时有会造成误会。但是上帝讲我听你，这句话是真实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今仔日个礼拜。第一，所听的即马伸出双手，甲耶稣讲：牵我的手，行着小路；牵我的手，行着小路。所求你牵我的手，愿所在今仔日所有兄弟姊妹，恁的人生中间，耶稣永远无放开伊牵恁的手。耶稣的手，除非是恁家己主动，是咱家己主动，咱甲主讲拜拜，手放开。若无耶稣永远无放开咱的手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所听的姊妹，你愿意互这张图鼓励你，伸出你的手，放伫耶稣的手嘛？你甲主耶稣讲，主今仔日，我将我的手放伫你的手中。家己配3张，拄拄2个人正手相牵，这是恁人生一个开始尔。恁会记这牧师为恁祈祷，讲上帝正手牵啥物人，倒手牵啥物人吗？愿天父上帝所听的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伸出咱的手，咱甲主讲，主，甲我扶持，甲我引带，牵我的手。对即摆到永远，求天父上帝伊成就这项事，求主用伊的手摸你的心，求主用你的手摸咱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主帮助咱。牧师有一届礼拜甲恁讲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对无？伫礼拜了后，英红长老甲我讲，牧师。这句话对我来讲有足大的感动，因为这句话互我想到耶稣伫十字架顶悬，犹阁咧为着人的无知祷告。耶稣顶伫十字架顶悬，疼到要死，后来真正死。但是耶稣伫十字架顶悬有讲一句话，讲天父上帝赦免因。下面遐会甲我钉十字架的人，因为因所做，因毋知。亲爱的姊妹，咱都爱知，
咱都要信。上帝伊用圣神甲咱讲的话是真实的。愿咱军队伊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个祈祷，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祷讲：亲爱的圣神，对受难主的每一日，我拢要伸出我的双手，直到你的圣神，直到你的圣神摸着我的心。我要对过偌济开始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圣神降临节。今年每一年的圣神降临节，拢是咱重新再出发，佮领受圣神的再出发。愿天父上帝帮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不但爱做礼拜，那么确保伫圣经所讲的每一个祭期，咱利用这个祭期来亲近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兄弟姊妹，我暑假所讲有几个故事，有人因为这个祈祷会，因感觉上帝听伊，所以伊甲牧师讲一句秘密的话。伊讲对这个缘投受难者的缘投，我感受到上帝甲我讲，我听你。伊讲既然耶稣听我，我要学习好好听我家己。所听的姊妹，耶稣听咱，这是真佮事实的代志。我嘛深信这间教会要永远有医治人的能力。我嘛毋望，只要咱有一口气，咱还佫做伙，咱还佫活伫这个所在。愿咱将对写耶稣的天使，咱将这个听分予咱身边的人。你愿意吗？愿咱伫做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求你的听对我的生命中间就满出来。求你的听对我的生命中间就满出来，互我做自然，无勉强，嘛无禁忌，因为在爱里面就没有恐惧。这句话讲，伫今生无惊吓，伫将来嘛无惊吓，意思是甚么？伫今生的中间，我知影，我虽然歹囝，我虽然做唔对，但是上帝，伊要改变我，伊要接纳我改变的心。伫今生无惊吓。伫将来，上帝天堂审判造成，我嘛无惊吓，因为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救赎了我，爱就没有惧怕。所以，你姊妹愿上帝伊的听充满伫恁的心内，无因为你的家困境情境感觉失望惊吓，伫上帝的圣殿伸出你的双手。我要用这句话来鼓励兄弟姊妹为教会祈祷。教会就是上帝的摇拿，安怎解释？旧约的圣经咧讲起上帝的主爱怜悯，迄个字叫做希瑟。希瑟这个字伫犹太人的文明的字内底，上帝的怜悯这个字代表妈妈的主强。应该听好。换一句话。上帝教会是怜悯的所在，既然进入迄个所在的人，人要伫迄个所在得到上帝的照顾甲怜悯，所以上帝的喜悦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上帝圣神的摇拿。上帝要用这个礼拜堂中间，互人伫心内得到上帝永生的活命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为咱的教会祈祷。求天父上帝，这间教会真侪人灵魂的摇拿，人伫妈妈的胎、妈妈的腹内，得到上帝圣神对头一日到永永远远。所以牧师拄就邀请咱讲，我相信这间教会要有上帝的听充满伫这个所在，这是咱的祈祷，嘛是咱的行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教会内底，咱除了将咱家己的心，将心掏出来，将咱的心摕出来。咱甲主讲，主你为我死，我将我的心献互你，求你改变我的心，我将我的生命交互你。主求你甲我祝福，将我的生命甲伊拍破，拍破代表医治，拍破代表祝福，拍破代表改变。
人的习惯伫遐掰开，人的习惯上帝还手，所以每一摆咱守圣餐的时阵，主耶稣拢甲咱还手。伫每一届守圣餐的时阵，拢重新改变。直到有一日，咱哪来哪亲像主耶稣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伫主耶稣基督的手中，咱得到满足，咱得到医治，咱得到国活。愿上帝圣神即时进入伫恁的心内。第二，我伫今仔日个礼拜，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。世间人是通过教会、圣经、甲基督徒来认捌主耶稣。我阁讲一摆，世间人是通过教会、圣经、甲基督徒认捌主耶稣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是一本活活的圣经，你安怎为主活，你的身边的亲人就安怎看到主耶稣。你同意吗？亲爱的姊妹，爱疼惜这间教会。虽然咱拢会有一日拢会离开，但是爱疼惜这间教会。这间教会是咱作为成长的所在。这间教会嘛是我甲恁作为成长的所在。互这间教会会听永远袂无去。互主会听常常踮伫咱的中间。愿每一个咱有熟悉无熟悉的人，伊对咱中间经过，因拢会期待看到上帝。喜乐保院有一个姊妹叫做吴家珍，伊住伫咱教会厝边尔。伫 COVID-19 的时阵失去伊的妈妈，伫去年失去伊中风的哥哥。伊起头拢毋敢入来礼拜堂，但是因为喜乐保院的蔡牧师有陪伊祈祷，有一寡同工陪伊祈祷，所以我看几啊摆，伊拢伫咱的教会暗时伫门口，徛伫遐，安静，双手合十，伫遐祈祷。我甲伊讲，请你入来，伊讲牧师歹势啦，毋免搅扰你。直到伊的哥哥离开世间的时阵，迄段时间，伊开始来参加咱教会的晚祷的祈祷会。恳求天父上帝，这间教会，互人无惊吓，坦然会通行入来。因为真侪咱拜拜的朋友，因要行入礼拜堂，毋是遐尼简单，恁同意吗？兄弟姊妹，为了咱的教会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圣神，互每一个想要入来的人，因的心内无惊吓，因会通自在、坦然、勇敢入来到这个所在。咱同心祈祷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教会是一个人会通伫这个所在找到上帝的人，一个真伟大的牧者，这个卢云。是我甲古伦神父这两个人，拢是我一生中间足敬重的人。伊一生捌因为感觉听会无满足，伊拄着躁郁症，后来离开伊教册的足出名的哈佛大学。遐尼伟大的牧师，因为伊感觉伊心中甲耶稣会听，心内有无饱足的所在，所以后来伊离开哈佛，上帝带伊去加拿大一间身心障碍机构。上帝伫迄个身心障碍机构改变伊的生命，因为伊伫迄个身心障碍机构照顾着一个囡仔叫做亚当。迄个囡仔是一个严重的智能不足的囡仔。但是如因对伊的心内感觉一项足奇妙，这个智能不足、袂晓讲话、无法度表达的人，伊的生命有一种足大的力量，就是既然照顾伊的人，拢得到反倒当得到欢喜。
所以伊伫祈祷中间发现这个囡仔足特别，足特别，所以伊决定将伊所咧写的伟大神学的著作，伊家停止。伊最后所写一本册叫做《阿当是上帝所疼的囝子》。无拍算，当伊写一本足宝的一本阿当的故事了后，鲁云就死去啊！伊死伫心肌梗塞。所听的姊妹，伊伫这个故事的中间讲一项代志：爱能医治所有的人。所听的姊妹，原这个故事，鲁云伫这本册的中间，伊讲到一项，伊讲将你的性命，亲像这个棒，将你的性命用祈祷，向上帝交托。你甲主耶稣讲。主耶稣，我将我的性命交予你。主耶稣，求你甲我还手。主耶稣，亲像你咧守圣餐的时阵，你的提饼祝谢，然后你掰开。主求你甲我掰开，甲我医治，甲我安慰。主将我的性命献予你，互侪侪人来得到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的教会。真侪上帝医治人的所在，若有忧伤，若有惊吓，若有重担，若有苦楚，无拄拄来到德堂教会的实体礼拜，伫网络伫直播，人拢受祝福。主啊，这是阮的祈祷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求圣神帮赞阮，伫过来即礼拜的受难周，求圣神帮赞阮的囡仔，互主你的疼充满。阮相信阮的囡仔若互你的疼充满，因就无搁再需要阮烦恼，因的确会通伫因的灵命的顶悬得到健康。主安恳求你，用你的疼，伫过来即个受难周，来医治每一个基督徒，互阮做真实的基督徒，无出入勉强，是因为你的疼充满伫阮的生命，互阮毋免勉强，自然而然阮活伫你的荣耀圣洁的内底。主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，求你伫这个所在施落你的恩惠，赏赐圣神，帮助阮。我安尼恳求基督我个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接下来，咱来用圣诗来应答上帝的听，480首。我心大欢喜，主踮身边，请咱起立传授。请坐，请咱准备奉献。
坐，请坐。平安的，请曾牧师。咱嘉丽甲佩珊要甲咱说道谢章，咱参加因的婚礼。惠山啊，是好拢点，是个惠山啊，请因两个起来，咱甲因。啊，说唱这事，请你嘛起来，互大家甲你吼斗欢喜一下吼。请坐。昨多谢咱兄弟姊妹真踊跃来参加这个婚礼吼。咱嘛足久无办喜事啊，吼，咱足久。今年可能喜事连连咯，吼！求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咱的青年因的成长的过程会当找到真好的美满的人生的同伴，吼！上帝预备。佮有一个人客就是这个孙玉婷，吼，就是苏荣杰孙大哥的大女儿，因对美国倒来，带伊的孙仔伫遐吼，咱甲因欢迎吼。玉婷，甲伊的先生哈，伊的先生伊先生叫做郑源哈，咱真欢迎因对美国倒来，欢迎恁，耶稣爱你，请坐，上帝祝福恁。好，咱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，愿主耶稣的疼，特别伫这个特地咱感恩的节期，主伊的疼长长足足，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。耶稣呀你，耶稣呀你，伫咱的一生中，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，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为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转为着。几位袂通伫礼拜堂甲阮做礼拜，身躯欠安的，阮的士大人、长辈、阮的兄弟，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因来祈祷，求主你照顾各兄兄，尤其照顾刘连勋，求主你照顾丹素阿嬷，求主你照顾江安姐，求你占达兄、黄仁、庄仁俊。主，阮将这个身躯欠安的，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阮无法度一完完全全将因每一个人拢提名来祈祷，但是阮知上帝你看顾因。主，恳求你的圣手放伫因的身上，互因的身躯得到主你的保守、照顾、健康甲勇健。主啊，嘛为着阮教会的士大人、长辈来祈祷。主，互因伫年长的年日中间，主耶稣你的疼是遐尼够额。你互因的心平安、心快乐、肉体安然徛起。主，愿将所有阮的长辈交伫你的手中，也愿天父上帝你特别伫这个受难周这个节期，将主耶稣你的疼，照你家己讲的，照你应允无保留的疼，就放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深深通过圣神的帮助，阮就明白你疼阮到怎样。主，互阮的一生因为你的疼，大有仰望，阁有快乐。主也为着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因的手无空空，互因的心嘛无空空。主，你甲阮同在，因为你踮伫阮的内面，阮嘛踮伫恁的内面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好无？生日的人，咱今仔日即礼拜有来，请恁来头前。耶稣爱你，来，阮。
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即礼拜生日，所有的人来祈祷，为着张你亲节、你切节，也为着陈慧，为着阿芬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圣神甲因三个地地。至圣的天父上帝伫因生日的时，恳求主你换手伫因的顶面，求主你施恩赐福，互因生命的杯伫上帝你所赏赐，互因捧起即个杯来试看主你恩典的滋味。经历着上帝，你伫因生命中间丰丰富富的充足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即礼拜所有生日的，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保守保守明辉，保守陈慧，保守佩蓉，保守文芬，保守殷雀节，还有俊爷，甲李清杰。主，阮奉你的性命来祝福因伫因生日的时。求圣神进入因的生命中间，互因有圣神所赏赐各种的智慧甲聪明，互因有圣神所赏赐对天人来的权柄甲开力，会当真侪因生命好的管家，伫因的人生顶悬真侪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互因力上加力，互因恩上加恩。主，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咱来请师会来报告，就是来报告。即摆我来报告，顶周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，昨日礼拜9点半伫教会。本周的祈祷会受难周。每一工拢有拜到拜六8点伫教会，查经班拜六下早是9点有一场，暗时7点半暂停，因为有祈祷会。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要请林七个长老领诗我本人，司琴请刘一鸣兄弟，书献甲招待要请张世昌执事甲胡素基执事。爱餐要请尤雅丽姊妹，圣眼讲读经表，请咱照即个顺序，逐工来读圣经。集体交通第一，拜一到拜六受难周的祈祷会，后礼拜31是国外节，若有人要期待领受洗礼，请牧师来报名，也请大家预备心来领取受难周甲国外节。第二，咱的查经的聚会有2个主题。第一，遇见神的灵修，这是伫拜六的下早起是9点。第二，我着安怎行，才会当有幸福的生命，这是拜六的暗时7点半。请咱大家做伙来读圣经。第三，杨那村执事的纪念奖学金的申请资格，请大家照这个分数。紧来交成绩单，咱本日截止，后礼拜要来颁发。请咱继续为这生日的兄弟来代祷。我们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问题，请用会计来更正。代祷的事项，第一，请咱继续为新生欠安药剂技术娘、庄园、展达、庄人记、红人、受戒以及咱教会节咱的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二，请咱继续为咱教会青少年因的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。升学新国中的善智、佩琴、高中齐先、佑新、以恩，大学的千里、乔恩为宗。第三，请咱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四，请咱继续为咱的姊妹教会、韩国福音教会、吉吉甲德克达亚教会来代祷。接下咱来吟上。林囡仔第一个来教会，牧师为你们祷告好吗？你们3个孩子，牧师为你们祷告好吗？头一摆倒来台湾吼，这3个孩子。
请过来，牧师为你们祷告。他们第一次来教会，哦，上帝祝福你们，哦，耶稣爱你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伫你的面前真欢喜，你赏赐郑言跟玉婷因宝贝的孩子，你赏赐有女儿有儿子，我伫你的面前感谢主你，主愿将世界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用你稳定的油抹伫因的生命中，互因是一个恩典满满的一生。求你的圣心点伫因的成长过程，互因带着上帝你所赏赐良善的灵点伫因的生命，直到一生的路尾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这个也是女的。啊，这个是你的。哎呀，对不起啦。3000斤，好，上帝祝福宝贝哈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好，请好，上帝祝福你们哈。请咱来吟上行圣诗507首，请起立，名字刷，请陈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当扶持，甲恁众人三角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